那您觉得学中文难吗？难，我觉得很难。但是我可以说我会说中文，中国人听懂，但是语言不太好。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对中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，让您会50次来到这个国家？这我想，我有机会学习中文，我应该练习。在泰国机会不太大，见中国人他都说泰语，这样的可以来中国练习中文。但是还有我也有机会学习很多的东西关于中国怎么样，有地方去过了，有地方还没去过。没有去过的地方，您最想去哪里看一看？我想去这个地方，有长江、黄河、大江、大河的在最头，它在哪个长头在怎么样？它来，但是可能不容易。